喺今晚呢個直播就少咗 Neo Prime 嘅 AMG 系列，分別就有解碼嘅 AMG DAC 啦，同埋咧以抗加前級嘅 AMG HPA。AMG DAC 就用咗 ESS 嘅 DAC 晶片，入邊嘅結構就用咗好多分立式嘅設計。呢個方面咧就對應咗 USB 啦、數碼同族啊、光纖啊、I2S 等等。而佢同 AMG HPA 一樣咧，都係可以做前級嘅。不過如果你話夾住 AMG HPA 嘅話，就可以用翻 Fixed Output 嘅設定啦。至於 AMG HPA，就係一部 Class A 全平衡嘅耳礦，本身咧就已經用咗一個相當之高嘅輸出，而且輸出方面非常之澎湃，亦都一樣可以做前級嘅。而呢方面輸入嘅部分亦都特別對應咗1μ嘅設定，喺同類之中係相當之少見。聲音方面嚟講，整體嘅感覺係帶咗一種微暖、鬆容同埋潤澤嘅感覺，同好多年前我自己成日印象當中嘅 New Force 年代嘅產品非常之唔同。今次整體都有種大氣鬆容嘅感覺喺入面，佢好多唔同嘅耳筒，除咗話係有充沛嘅輸出之外，亦都會感受到人聲有一種暖潤感啊，而且對於氣聲啊、微動態嘅演繹都相當之準確，空間感非常之廣闊，而且你可以感受到當中樂器每一件嘅定位啦，同埋嗰種大細啊、線條啊，佢會係一種比較鬆容同埋自然嘅表達，唔會令到你覺得線條過硬啊，又或者令到有一種輕輕嘅，甚至乎有一種絲毫嘅刮啊、乾啊嘅感覺都唔會出現。低頻方面亦都綿密而飽滿，可以感受到每個樂器嘅細節嘅微動態，而且表達強勁動態嘅時候，你都唔會覺得有一種好強烈嘅壓迫感。高頻方面亮麗，但係亦都帶一種和暖嘅感覺，所以整體嚟講係非常之襟聽。因為輸出相當之充沛嘅關係，不論係一啲600安嘅動圈耳筒啦，又或者平板嘅耳機，佢都可以推動得相當之好。所以出去試機嘅時候，就不妨帶多幾款唔同嘅頭戴耳筒，不論係平板啊，因為呢啲高阻抗嘅動圈，一齊都可以感受下呢種嘅溫潤感啦，呢一種嘅暖同埋順口潤澤嘅感覺，係咪你中意嘅聲啊？